1999唔好，小相友，当欢喜为唔服务。小姐，我要卡附近那个路灯坏掉咧，俺不头都命唔到路来行呢。哦，是哩哦。虽然人讲人无事事好，人无压压面，不过哦，还是爱家家分享。好，也比人事为唔分享。先生，请问上香。哦，我想装。好，张先生唔好，请问一下，你嘅地址喺哪邊？地向好嘅，同樂好嘅嘅交叉路口。請問係一排天天，也係要當多排都唔會錯。一排天天啊！好，同記錄一排。請問有看到家嘅路燈編號冇？我看一下喲。好。但嗰個編號係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。請問路燈係 LED 嘅，也係黃光嘅天橋嘅呢？哦 ，LED 嘅天橋誒。好，冇問題。張先生，做得留下我嘅聯絡電話冇？我嘅電話係0123。0123 4、5、6、7、8、9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同張先生核對一下，分享嘅係約學街同樂學街嘅交叉路口，有一排 LED 嘅路燈壞掉，路燈編號1、2、3、4、5。張先生嘅聯絡電話係0123 456 789。冇錯。請問賬號過後，我發短信回覆唔冇？唔是特別回覆啦，按字寫哦。我同講醫生，我哋會將人嘅聯絡電話轉撥相關單位嘅人員，那係有特殊狀況會同聯絡。我也在案件嘅編號冇？好啊，麻煩提供俾我。張先生，我麻煩記一下，案件編號係 B123456。哦 ，B123456。請問還有別項市政業務兒童服務嘅冇？哦，冇咧，小姐，麻煩了。按子說，總有法律嘅意義。